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19，诗篇89篇20安尼讲：因为我捌讲，主爱要受建立到永远。你要将你的信息坚固伫天里。三甲来祈祷，将信息坚固伫天里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大有威严，阁通行位的上帝。你用大权能的手来创造万物，也用你的智慧来立你世间的一切。主啊，这天要学习你的技术，全地拢要称颂你至圣的名，因为伫圣者的会中，我要学习你的奇妙甲伟大。主啊，人生虽然节节波浪，总是海水涨悬的时，你管合伊；海涌压起来的时，你予伊平。主啊，愿要日日因为你的名来欢喜，也要因为你的公义来快乐。因为我毋捌讲，主爱要受建立到永远。你要将你的信息坚固伫天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的主爱要受建立到永远，伊的信息要坚固伫天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